把电打给我哟。我那么久没有打给我，我很想你呢。打电话大哥，赶快打给我。打电话多，把电打给我，就现在让收看。把电打给我，等你呀。回到了8点打给我的现场，我当然是你们非常喜爱兼具知性与感性的生活大师。Hello，今天欢迎我们的精英歌手苏敏安鲁碧。姐姐，我今天有一张我自己这次发的，又发了！你到底要当偶像到什么时候？新的足以的 EP，掌声鼓励！新一批，噔噔噔噔，好。苏敏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得了金鹰奖之后，你最新的单曲所 EP 叫《远洋》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创作力哈？你是每天都在想唱歌吗？每天一直想说，赶快再写多一点新的东西。对，其实我以前写的东西很多，都累积起来，然后只是一直都没有发片而已。是，对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们想知道是说，如果人呐，就是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母语当然是我们觉得很好听的语言嘛。那可是这个只是说，可能这个世界跟这个国家还不太知道这个语言到底有多美丽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企图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去试图用很多的方法来让别人感受一下母语？通常都用什么方法？有，但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音乐，然后就用别人的歌翻唱成阿美族的。真的吗？比如说呢？比如说你示范一下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最近常翻唱的一